敢有啥？哦，歹势。第8课主音第4。我伊是毋是查着啊？干，大家拢无看啊，我无倒。还是200袂好啊？安尼较袂查。好，开始。HSJ。科。呵。斯。z。甲 z。嘛是一种坐起音。虽然无甲 a 直接喙齿合齐袂当发出斯甲 z。请搁对我念一遍。好 ，OK。p。斯。z。我听我那乖乖，我听一个。斯甲 z。嘛是一种坐起音。虽然无甲 a 直接喙齿合齐袂当发出斯甲 z。请搁对我念一遍。斯。z。斯。z。科。斯。好斯。练习。辅音。休兵。掀开。西方。声音。身躯。热。准。后壁迄三是啥物？辅音。休兵。H 是好哦。休兵。掀开，这应该拢免拍啦。西方。HNG 哼。声音应该免教。身躯免教。居家中是啥物？中甲有这意。你若拍 JUN 敢有物件？无物件好，毋是准哦，是中哦。身躯。辅音。休兵。掀开。辅音。休兵。掀开。掀开你的壳头内。西方。声音。身躯。西方。声音。身躯。字。遮。准。居家准。字。遮。准。请搁对我念一遍。辅音。休兵。掀开。西方。声音。身躯。字。遮。准。我教了，够紧的啦，袂歹。好，注音的部分教了，因为注音是我家己较袂使的所在，嘿，所以我头拄仔有加开寡时间看者，嘿，但是其实嘛无偌长啦，因为大家看注音敢若拢无啥物件，我是感觉足艰苦的，为啥注音无啥物件？注音明明足重要的，伊足侪伊其实拢是注音出来的，嘿，所以，好，继续。我头拄仔讲华语啊，歹势。讲华语嘛袂人插你啊，你讲台语嘛无啊，我是要安怎？我有啥办法？